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圣经说，神本为大，当受大赞美。不论今天我们遇到是挑战，或是喜乐的事情，让我们都将目光转向对准那位掌权、信实、慈爱的神。当我们全心赞美神的时候，黑暗就要退去，我们就要重新得力。阿们吗？让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站立，让我们全心来敬拜我们的神，将我们赞美的声音还有心带到神的宝座前。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你，当神写进入他的他的约，击鼓跳舞，扬声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你，当晨写进入他的赞美进入他的约，击鼓跳舞，扬声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我们赞美我们的神，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用赞美、用掌声将这荣耀归给我们天上宝座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请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忙碌，有压力，有挑战，也有难过的事情，有很多代祷的事项，有背负很多的重担。还有很沉重的这个心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该怎么走，明天会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的神说，他的恩典够用，他的能力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每一天每一刻都需要有神在我们身边。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
我生命。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桌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记住爱你的心。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桌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记住爱你的心。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记住爱你的心。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记住爱你的心。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桌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
谢谢主，你在我们的敬拜当中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重新把焦点放在你的身上。主啊，我们愿意将今天所有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压力、我们的重担，还有我们的需要，还有我们的盼望，我们都交托在主的手里。主啊，我们知道你清楚地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求主看见我们的软弱，也明白我们迫切的渴求。因为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迫切的渴求主你的帮助。求主用你的爱来更新我们，用你的能力来扶持我们，用你的真理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要宣告，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你。愿你的同在成为我们的力量，愿你的平安成为我们的遮盖，愿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毫无缺乏。主啊，主啊，我们将整个祷告会所要祷告的事项全然的交托在你的手里。愿圣灵继续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恭敬的献上感恩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那个清二区的区长，我是木轩，大家好。好，对，好，那今天是我们清二区就是主理就是祷告会，那我们是清二区，那我们清二区我们对，我们又称 YZ 小组。那会不会觉得为什么我们叫 YZ 小组？因为我们这个小组呢，我们大约就是集在人在大概有40人左右。然后我们的年龄分成从 Y 世代到 Z 世代都有。Y 世代就大概是70年次左右， Z 世代就是80年次左右了。对，到90年次，对，就是大概这么长，所以大概有20几岁的到40几岁的人都有在我们的小组当中这样子。然后对，那我们目前就是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清二区，就是我们目前有3个就是聚会时间，一个是礼拜4的8点半有一个线上小组，然后礼拜6的礼拜前4点半有一个小组，然后在礼拜后的大概8点半到9点会有一个小聚，那就是我们虽然说名单上有40人左右，但是我们大概聚会大概就是10多人到20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量在聚会，然后大概这个数量在聚会，然后就是其他人就是我们就是持续的，我们有4位小组长持续在关心，那也不断的邀请他们来。那首先呢，就是为什么会有就是这个清二区的这个小组呢？就其实这个我们是青年牧区的社青小组，如果是全称的话是这样子。那我们的身份好像有一点点尴尬，对，我们这些像这个。这是最近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梗图，就是如果你是出现在8、9年级的话，那你成长世界已经消失了。对，因为时代的变迁什么，那跟我们一样，我们这一群人其实是从以前在陈牧师还是担任青年牧师的时候的，就是的小组长，的同工，还有那个小组员，对，然后我们就一路上就是从那时候是周6礼拜的聚会，然后。周6团契，那时候还是青年团契，然后一直持续聚会到现在，我们都是在周6到我们现在是社青了，我们都还是在这个时间聚会。有没有看到有没有那个是小周爱心，这个是小周，对，这个都可以看到一些我们现在的小组长的，还有其实有一些已经当了执事的，就是在我们当中这样子。那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的身份有一点尴尬呢？那因为我们叫青年牧区，所以大家每次搬东西的，就比如说有东西要搬，或是有什么事情，都说你去找青年你去找青年，那去找青年就找木轩，找青年就找陈汉，找青年就找婕妤。那我们就是我们是很高兴就是我们在这个年龄层，对，我们还可以是青年，所以我就觉得不错，还可以青年。可是就是到这个年纪又叫青年又很奇怪，就是看像那个华语牧区就是像那个不是有秀一小组吗？张平小组玉竹小组甚至今年还有隆恩小组这些小组长其实年纪都比我们还要小，
但是他们是华语牧区的成人牧区，我们是青年牧区，对，对，搬东西不用找我们，对，但是所以我们对可以找更年轻的，对，所以不用找，对，就是所以我们的身份有一点点的尴尬，跟一点点的就是奇怪，但是我们就是一直都是在这个时间在聚会，那就是因为大家也会说啊，找青年呐，找青年呐，那找就是我们这群青年，所以呢，我们很厉害，我们其实是一群很会办活动的人，对，所以我们这群人呢，就是像现在就是陈汉执事啊、婕妤执事，或是子君，然后或是我们这些人，其实我们就是在这应该是近10年的各大活动，比如说运动会，或是那个像那个退休会，去年的去那个和平岛的退休会，或是去那个真理大学的，就是都有我们的身影，甚至就是去年有一些什么乒乓瘦肉周，还记得吗？对，那个也是我们办的。然后乒乓瘦肉还有什么擂台赛，对，那个也是我们办，就是我们很会办很多的活动。那因为我们从以前我们是学青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是一直就是可能那时候的那时候是比较陈牧师比较末期了，所以陈牧师也会就也不是比较他牧师快要去加光开拓了，对，所以不是对，所以不是这个意思，对，就是所以然后之后的比如说我遇到刘牧师啊、黄牧师啊，他都会请我们办活动，那也会就是找我们就是办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一直都觉得说，我们就是在教会的使命就是我们要来办活动，那我们就是用很多的活动去覆盖了我们所有的就是信仰生活，跟覆盖了我们就是来教会的日子这样子。然后所以呢，我们其实一群人，我们这群人是比较属于事工导向的，就是我们都是用事工去绑住一个人，我们让很多人去当小组长，很多人去当比如说什么什么同工，很多人去当什么什么的，就是敬拜团的团员或是什么，都给他一个职位。那我们就说，只要有事情做，那他就会留在这个牧区，他就会想要来教会，他就会委身在这个地方这样子。那我们就是这样被教导了好几年，教导了10几年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们牧区就是从大概2018年开始，可能更之前就有了。然后我们就是青年牧区就有退休会，那之前是1年1次。1年1次的时候，就是可能是在10月份的某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就是礼拜六我们周六礼拜结束之后，我们就去一个地方，有可能去外县市，或是有可能去这附近的山上，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很密集的讨论，然后到礼拜天的中午我们就回来，然后所以就是一直以来我们都以为说，这可能就是我们退休会应该要有的样式，然后就是而且我们都把时间排得很密集，因为我们通常啊，就是我们大概就是我们就算是我们到近期疫情结束之后，我们甚至有2次的一年有2次的退休会，那都是用比如说双10连假或是什么端午那什么清明连假之类的时间去，那我们也排2天，我们也是排得很密集，我们就一天就大概就可能就是早到。然后我们马上吃完早餐，马上破冰完马上就是早上的课程，然后中间只有尿尿10分钟，吃饭下午的课程就中间也是尿尿10分钟，然后就讨论完之后晚餐完之后就晚课之后晚倒睡觉，就是我们大概都是这样子去安排。我们也一直认为说，我们只要把我们的事情给排满，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就是事工，我们讨论很多，讨论很精彩。我们的牧区就会很精彩，而且我们的服事就会很棒，我们的信仰就会很造就每个人。然后直到我们今年啊，我们也有办那个退休会。那今年因为我们就是想说也没有，就是因为我们近几年有去参加一些其他的中总会的营会，那我们就想说，我们可能可以稍微改变一下，所以我们今年我们就采取了一个模式，就是我们把刚刚那个讨论上厕所这样很紧凑的模式呢，我们把它稍微改变一下。我们中间留了很多的空档的时间，像我们这次我们去宜兰东山，然后我们就是2天1夜，对，2天1夜的活动，基本上我们就是
没有在讨论什么事工，我们很专心的在经营我们的关系上面。就是我们让每个活动跟每个活动之间，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我们基本上一个早上就排在一个景点，然后好好的在那边就是享受大自然，然后就是会有很长的移动时间，或是很长的空白时间。那有人就可能会我们一开始会觉得说这空白时间会让大家很无聊，但其实我们后来发现，这些空白时间呢，其实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的去聊天，去认识彼此，或是去就是好好的交流的时间。我们发现，其实这个空白的时间并不会非常的无聊，反而是这个空白的时间反而变成我们的在退休会里面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地方，就是比较就是让我们就是从 Y 世代到 Z 世代，然后有一些是长期在这边的同工，有些是可能退休会才加入我们的人，我们在这个空白时间里面，我们就有很多的认识跟很多的就是交流。我们以前在做事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在做事工上面我们非常有默契，我们只要就是一个点头或是看一下，我们就大概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可是你说我非常认识我的同工或是认识我的小组员吗？可能不一定。但是透过这一次的退休会，空白时间很多，所以我们就会多很多的聊天，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关系更加的紧密。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呢，在退休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觉得很感动。虽然说我们没有就是舍弃掉我们之前的精实，但是我们很明显的，我们从以前是一个事工导向的可能一个小组或是一个团契，我们就是看到说，其实用关系才是更好的，可以去绑住我们之间的，就是绑住我们的小组，或是绑住我们牧区，是要用关系，而不是用事工，用那种彼此认识，或是用我们就是彼此的了解，才是更好的去经营小组的一个方法。那就是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是桃小内部，然后是晚上，对，然后有没有看到那个旁边那个小小的时间是10点38分，有没有？这是发生什么事情呢？这就是一个那个我们60周年的那个小插曲。我们60周年不是有租一些帐篷、椅子跟那个气球拱门吗？然后那一天就是11月2号结束的时候，那个我们都收好了，我们就跟厂商本来预定说，他3点要来把这些帐篷、气球拱门全部载走，因为接下来下一天是礼拜一，学生要上课，不能干扰学生上课这样子。那但是呢，就是我就跟他们的经理讲了这件事，经理也说 OK， 他3点会来载，那我就是去休息了，那我们就出去就是晃晃，然后大概到晚上9点半的时候，9点半，学校的教务组组长打电话给我说，那个不好意思，那个将来教会你们的那个帐篷还没有收走哦，你们的那个气球拱门都还在耶，怎么办？明天学生要上课，那我就完蛋了，就是那个厂商也打电话给厂商，厂商也不接我电话，然后就是私讯啊，我用了说电话私讯什么，他都不理我，然后也密他们的那个就是客服，他们也不理我，我想说完蛋了，怎么办？明天学生就要上课了，那我就好，就是我们就在群组上面喊一下，然后喊一下之后，9点半我就是我们发了这个讯息之后，不到半个小时，这边你看包含牧师12个人就出现在桃小的里面，那我们就有很快的时间，我们研究好把帐篷收起来，然后把气球拱门收起来，然后把它们全部放到桃小的停车场，让第2天学生上课不会受到影响，这样子。那你看这个事情其实不是一件事工，它并没有在我们的计划里面，我们并没有料想到说这个厂商会出锤，所以我们计划好说我们9点半要来收东西，没有。这个就是我也不知道说我们到底传这个讯息，到底会有多少人会出来，还是最后就只有我跟大概2-3个刚好在我身边的人，我们一起去收这件事情而已。这个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关系的体现。我们因为在前一个礼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或是我们有长期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让就是大家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会有共感，
或大家会觉得说啊，这个事情我也要一起来帮忙，所以大家就出来。有些人他是本身没有交通工具，他就是走路从清溪国中走路来桃园国小，然后来帮忙把那个帐篷给收起来，这样子。所以呢，这次的就是让我感觉到，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的牧区可能就是要再去思考说，我们以前都是很事工导向的一个团体，但是我们之后我们要用关系，要用彼此的关系、彼此的带导跟彼此的了解跟认识，来就是经营我们的牧区，让我们的牧区更加的就是强壮。对，那这是我的分享。那就是也不要只有听我分享，就是我今天请了我们2个。组员对，因为我们的组长都在周六礼拜有做过见证了，所以我今天安排了2个组员来，就是来我们当中，就是跟大家做见证。那我们第一位，我们先欢迎信如。大家好，我是歪力小组的信如。然后呢，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木轩今天要讲什么，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就是内容会跟他就是有一点兜到这样子。就是其实我小时候呢是一个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小孩，就我从幼稚园的时候，我就跟爸爸妈妈一起来嘉南教会，就是参加那个幼儿主日学嘛。可是其实我小时候是一个很安静，然后很内向的小朋友。其实我到现在。就是虽然看起来好像很能讲话，但是其实我应该还算是一个就是有点内向的人，就是讲完我能够讲话，我可以讲很多话，可是我讲完之后会很累的那种类型，就是现在很流行那个 MBTI 嘛，我就是很标准的 I 人这样子。然后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在教会的主日学，我也就是蛮安静的，我就是不太跟其他小朋友讲话，然后我可能那个朋友也没有很多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因为也有一些夏令营什么的嘛，但是因为我就很内向，所以我也都没有参加夏令营。我大概只有2年级，我记得我2年级的时候参加过一次，然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了。然后因为我家人的关系，所以呢，我国小有一段时间，后来好像4年级之后吧，也有一阵子就是没有再来教会这样子，所以我就是跟小组的这个小组这件事情就是有点断开一阵子这样子。然后坦白说呢，其实我曾经就是有点觉得教会好像是一个比较适合外向的人去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想过，但是我小时候的时候就觉得说，去小组都会，小组要分享，然后我就不敢讲话，然后我又觉得说，我讲这些话，就内向的人都会觉得说，我讲这些话，别人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或者是就很担心别人的看法，然后就觉得很害羞，很不好意思。但是我长大之后，我就想说开始要学习，不要害怕去面对人。所以其实我长大之后，虽然我小时候我只有参加过一次夏令营，但是后来我长到大学，我高中的时候我就来当同工这样子，然后也有慢慢的在教会参加一些事工，就是虽然也不一定就是表现得很好，但是我就慢慢在这里面尝试这样。像刚刚木轩有讲到，就是我们最近有那个欧趴糖那个活动嘛，就我也有去发欧趴糖，但是你知道我发欧趴糖的时候，我真的超害怕的，就是很紧张就是都会不敢跟人家讲，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害怕人家拒绝，就是只要有一个人说不要，我就会我不敢再发了，这样我不想再发了，这种感觉，对，然后就是会有一点很爱胡思乱想。然后事情发生了之后，就会先怀疑是不是自己的问题，然后很烦恼，也不知道要跟谁说。可是最近就是在这几年，就是开始就比较长大之后，开始再回来小组，就是大概是可能大学跟到这段时间比较有再回来小组的时候，我就发现小组其实是一个就是很温暖，然后没有压力的一个地方。就我觉得我们小组员都是。在人际关系这方面是让我就是感觉到在小组里面是很自在很安心。然后因为我现在开始出社会，我在工作上面就有遇到一些事情，
但是也不一定就是有适合讲话的人，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所以我朋友就已经很少，所以我可能我生活圈里面我平常会讲话到的人就是同事，然后我爸妈，然后可能就1、2个朋友这样子啊。我在工作上不如意的事情，我不可能跟同事讲嘛，就也不太好意思。然后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在小组的时候讲出来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很喜欢就是我们小组的感恩代祷的时间，就是因为你可以听到你会去分享你自己的事情，那你也可以同时去听别人的事情。那我就觉得也许我自己分享的事情就是我听大家分享的事情，我就会发现说其实在小组里面大家是可以就是很安心的去分享自己生活中快乐的事情或者是难过的事情，就是你不用在意说别人会对你有什么奇怪的想法，这样就是有时候大家有时候带导的事情真的是有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你就会想说哇，这么小小的烦恼也可以祷告诶，就是觉得哇，祷告的力量很强大这样子，就是讲这样好像有点好笑，但是那个最近不是有前阵子不是那个陈牧师就是有那个灵修笔记那个活动嘛，然后在我们青年牧区有一个那个比赛，就是写那个灵修笔记的比赛，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因为那个比赛讲一下，就是它背面会有一个 bingo 要去写你小组的组员的名字，然后你的组员有写完那一本的话，你就可以连线，所以我就想说我不能让那个有我的名字在上面的那个人就是失去那个分数，所以我就要很认真的写那本嘛，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写，然后有时候我真的想说我真的不知道我今天要带祷什么，因为不是要写今日事今日毕嘛，就是要写说今天要祷告什么，然后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要写什么，然后就写一些很鸡毛蒜皮的小事情然后就但是我整个写完之后，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很荣幸的得到了第3名这样子，然后我写完之后呢，我就回去看那一整本，然后有一些真的是很无聊的小事，就例如说今天感谢主，我什么那个什么，反正就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因为真的太鸡毛蒜皮了嘛，就是为了要写个东西，那就想说感谢主什么小事都可以感谢主哇，然后什么小事情担心的事情，你全部都给他带导进去都可以，这样子就是觉得祷告的力量是很厉害的。然后所以我就是在这个小组分享带导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就是祷告的这个力量这样子。然后因为我自己也其实就是内向的人，就是会想很多嘛，然后有时候想要关心别人，你又不知道要怎么开口，所以其实我后来是因为小组有带导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学会把就是想要关心别人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讲的这个心情，我就放在我的祷告里面。可能那个人不一定会知道，就是我默默的帮他祷告，可是我就透过祷告，我就觉得这个重担可能有被释放，或者是对方看到对方就是有慢慢变好，就会觉得很感动这样子。然后呢，所以我就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我就是体会到了这个祷告的力量，然后而且越到成人了之后呢，就是越能够体会，能够有一个彼此相爱、彼此扶持的环境是很难能可贵的。然后，所以我很感谢我自己到现在还有继续在小组里面，能够跟就是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连结，一起来就是建立这个关系。然后因为像慕轩刚刚也说，就是其实我们这近几年发现说是关系导向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彼此的认识，彼此的熟悉彼此，这样才能够更加的有默契这样子。对啊，所以最后呢，我就想分享一段经文，就是约翰一书4章19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就是我在小组中感受到那些弟兄姐妹对我们的爱，其实那都是因为就是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有这些爱去分享给别人，或者是从别人那边得到爱，然后我们再继续去关心别人这样子。
然后所以我最后就是想要鼓励大家，就是也多多参加小组，就是可能真的也有一些像我一样就是很内向的，就默默的做礼拜啊，然后礼拜结束就走掉了，然后就不敢去小组这样。其实我觉得这种人应该是蛮多的，但是就是想要鼓励大家，就是可以来看看，因为小组呢就不用有压力，就算你真的不讲话呢，应该也没有关系吧，就是小组长们还是会邀请你过来这样子。所以我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好，谢谢看起来一点都不内向的信徒。好，当然第二位我们请到是我们的维恩，掌声欢迎。好，他应该也会介绍他自己是 I 人。好的，好，大家好，我是 YZ 的维恩，真的好紧张哦。好，就是这次受到木轩的邀约，然后我在那边做一个简短的见证这样子。然后老实说，像这样在台上跟大家讲话，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可能是大学的夏令营这样子。所以好，希望今天可以顺利的把它讲完。好，那我今天的见证呢是关于我的信仰的历程。那我就先从我的家庭背景开始讲起。那我是从小就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那妈妈是第3代，然后爸爸是第1代，所以我是第4代的基督徒。那我们小时候是在台北聚会，那当时也是长老教会，所以就是小朋友跟青年偏少，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对团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那我想我也跟很多第3代跟第4代基督徒的小朋友一样，就是虽然听了很多圣经故事，但是就是对这份信仰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这样。对，然后是高2那天，不是那天，高二那年呢，我来到嘉南才开始改变这样子。那高2那年就是我一直都也是很害羞，然后也不是会主动加入人群的那一种人嘛。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来周6礼拜，然后就在敬拜，然后敬拜到一半，然后婕妤就突然转身过来，然后就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就自己都是这样子，这么主动，这样这么热情哦，好。然后我那时候就反应不过来，我连自己的名字都讲不出来，然后我就我叫徐维恩这样子，好，印象很深刻。然后但是后来就是跟大家一起熟悉，其实也是参加夏令营的时候。就是后来第2年，我是夏令营的教学组的副组长，然后就是跟同工们一起开会啦，然后一起筹备活动，才跟大家就是认识，然后熟络起来。对，那从那个开始之后，我就是也是主动的参加小组，然后参加教会的活动嘛，然后我也开始变得比较活泼，然后也觉得教会像家一样。那也跟刚刚信如说的一样，就是其实每个礼拜我都很期待就是小组的时间，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喜怒哀乐，然后生气的事情大家会一起骂，然后难过的事情大家可能会安慰你，对，然后有需要的话就是大家会一起为你代祷，就是很幸福也很被爱。然后渐渐的就更想要认识这份信仰，这份爱，然后到底是从哪里来这样子，对。那后来其实发生就是牧者离任的事情嘛，那我心境上其实有一些变化，就有一段时间好像就是对教会的感觉有点变了，就是变得有些陌生，甚至是对上帝我也觉得就有点陌生这样子。然后我后来就很认真的研究这份信仰，我就查从历史到神学，我什么都看这样子。然后找着，我觉得虽然有些事情可能跟我以前理解不一样，但我觉得我还是对被这个信仰的核心爱所吸引、所感动这样子。但是就是还是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对，然后就是好像没有找回当初就是相信上帝那个纯粹的那个感觉。然后后来我就想想原因是什么呢？我还在想应该就是跟人的连结吧，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有点像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然后我也不太想跟人家来往这样子。那后来有一天我就觉得我要突破这个现况，然后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我就很任性的做了一个祷告，我就跟上帝说：主耶稣，如果你在，你可以让就是有人来主动跟我聊天这样。
然后就很奇妙，那天晚上，后来木轩就有赖我，就有问我的现况这样子。然后过了1个礼拜，明媛跟介宇也都有来，就是约我要来聊聊天。我就觉得哦，好哦，上帝你还是个垂听祷告的神，对，就是又提醒了我这样子，对。然后渐渐的就好像又开始感受到教会里面的爱这样。然后特别是在今年的60年周年嘛，就是大家一起筹备很多活动，虽然大家都很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在同工的当中，就是可以感受到温暖跟恢复的感觉，对啊，也希望未来迦南可以在上帝的带领下面平平安安继续度过另外一家子。好的，信如你讲太多了，这样显得我讲很少，好烦啊！好，我要结束了，好像太快了。不过就好，没关系。那我就分享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7章7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对，就是当你们大家寻求上帝的时候，要记得上帝会在适当的时间给你回应帮助。好，我的见证就到这边，谢谢大家。好，谢谢韦恩，感谢神，让我们就是在小组当中，我们都感受到关系它的重要性。对，那就是这是我们去退休会的时候的合照。对，那就是在可能在就是接下来的新的1年啊，也许会就是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可以继续用这样的关心跟这样的关怀，然后让我们的彼此的关系可以越来越紧密，而且就是从我们可能有在聚会的10几20个人，然后慢慢把40个人都可以把它再次的凝聚起来。然后新的也许我们在接下来1年啊，就是在我们也许会有很大的变动，因为在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就是大家都还在摸索，然后大家都还在就是一个比较要从不稳定慢慢到不稳定的时节，所以真的是求主耶稣给我们智慧，也希望我们可以尽量去关心就是每一个人，然后让每个人就是都可以感受到主耶稣的爱。那就是分享一个就是我最喜欢的经节，而且我也就是很常用这个经节为我的就是小组员祷告。我们一起来念那个历代志上10章第10节。亚比斯求告以色列人说：神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我们不受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的求的。历代志上10章10节，对，就是希望就是神在我们这个年龄，然后就是在我们这个在这个时间，就是不断的扩张我们的境界，并且在我们可能遇到患难，或是遇到困难，或是遇到人生的一些改变的时候，它可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做我们的磐石，做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就是不遭患难，然后不受到太多的艰苦，就是求主就是保守我们。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神，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我们的分享，我们知道说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用关系来彼此扶持，彼此带导，彼此带领。谢谢主耶稣，感谢你，就是也帮助我们。求主耶稣，你在我们青二区这个Y世代到D世代这样的年纪当中，我们还在很多的摸索。求主耶稣，你就不断的扩张我们的境界，应允我们的祈求，让我们能够遇到困难或患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依靠你，让我们不要受太多的艰苦，就是与我们每个人外地的小组员同在，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名祈求，阿们。这时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听。
的是人，我要徛起你也好花的树，直到永远。感谢主，互咱今日有青年第2区的见证甲分享，咱搁一摆用普仔声来互遮的青年甲因鼓励。也感谢因伫教会甲咱搬足侪桌啊甲椅啊，嘛期待有更较勇壮的、更较年轻的一辈嘛会当继续来搬桌啊甲椅啊。咱即个时阵要来进的是咱的公道，为着世界国家甲社会来祈祷。但是咱要为着咱的世界，特别甲咱小隔壁的日本，顶礼拜日本首相台湾有事论，即礼拜引起中国甲日本伫政治上、经济上，甚至是民间的交流甲旅游，拢急速降温。求上帝来掌管，特别是世界各国的领袖，也当来看清世界的局势，互伊毋是来惊西瓜挖大饼，是真正行伫即个公义甲民主的价值，会当带来全世界进步甲和谐。第二，咱要为着咱的国家，特别咱的国会就是立法院，顶礼拜5，就是强行3读修正财划法，总是就是甲。中央规定讲，互地方的补助款，只当增加，袂当减少。但是变做中央政府就爱来举债5000多亿，而且爱再留子孙哦。求主伫咱的国家，特别是立法委员的身躯顶来彰显上帝公义甲怜悯，毋是只有会晓用钱来建设地方甲国家，是实际来照顾伫即个全国人民的百姓因的生活。第三，咱为着咱的社会，特别是人文市场，伫顶礼拜的基督会了会烧，到单已经对这里开始来这个拆除的工程，将烧去的所在来拆掉，拆到12月初6，然后要过来重新搁搭，求主来看顾伫这个火灾停业遮的商家，互因会当伫这个中间无受到恶担等的事，也祈祷这个中间的工程会当真顺时来完成，会当带来地方的繁荣。咱做伙为着这个世界，为着咱的国家社会，咱做伙开声来祈祷。这段祈祷要请俊伟执事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阮为着阮所徛起的这个世界，特别是为着日本、中国、台湾、伫亚洲这个所在，甲为着世界这个强权、这个国家的领导者，拢会当行公义、心存利病，谦卑来甲主三角行，也为着阮的国家的国会、立法院，甲政府、中央政府、甲地方政府的配合，毋是用金钱，是会当真正徛伫百姓徛伫上帝眼光来照顾百姓的生活甲徛起，也为着阮的厝边南门市场的这个火烧2礼拜以后，要来伫遮做拆除的工程，也求上帝来看顾保守一切。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祷告，愿你的平安临到世界各地。因台湾有事论，使中国和日本的政治、经济都出现了些许的紧张。主啊，我们愿意把这些情势交托给你，因为你是掌管万国的主，你知道我们的担忧，也看顾你子民的需要。求你赐下智慧与温柔的心给世界各国的领袖，使他们能以和平的方式思考，以善意和理性来面对彼此的差异。愿你引导国走向更成熟的沟通与合作，使这个世界在你的爱中持续迈向和谐与稳定。主啊，我们要求你保守台湾，保守邻近的国家与地区，使每一位人民都能够在安全、自由与安稳的环境中生活。愿你的公义、公平与慈爱彰显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将一切重担与盼望交给主，求主怜悯。我们也要为国家与社会向你仰望。对近期立法院的财划法，我们求你亲自带领，让政策能够兼顾人民的生活、国家的责任与未来的稳健。求
你赐智慧给立法委员，使他们在思考国家财政与资源分配时，有清楚的判断与仁慈的心，真正的了解人民的需要。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社会，使不同立场的人都能以和平的心交流，不因意见而彼此疏离，共同寻求国家前行的道路。愿你的慈爱临到每一位需要力量的人，安慰忧心的人，扶持努力生活的人。因我们在变动中仍能信靠主的带领，我们将国家与人民交托在主的手中。亲爱的天父，我们也要为南门市场火灾后的重建与所有受影响的人祈祷，求主看顾正在进行的工程，求你保守每一位工人与相关人员，使整个过程能够平安顺利。主啊，也求你看顾因火灾而停业的商家，在这段艰难的时期安慰他们的心，并赐下力量与智慧，使等待重现的日子里，有你的平安与盼望临到每一位受影响的摊商、居民与家庭。因为我们知道主的恩典永远不离弃你的子民。愿重建工程按照着你的恩典顺利进行，使市场能成为社区里的祝福。我们这样子祈祷，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接着我们要来为教会来公祷。首先我们要为本主日11月23日是11月第4周感恩节的主日。那我们也为迦南60宣教路这一甲子所走过的路来献上真诚的感恩，也愿圣灵能够使我们心中的火热能够代代相传，并且也求主继续带领迦南教会在前面的道路。第二，我们也为下主日将进入待降节期。那在待降节期到圣诞节的当中，也是传统教会年历的开始。除了感谢神在今年的眷顾，我们要祈求主来赐福在迦南教会新的一年能够更加勇往直前，不论是新任或是旧任或是现任的同工，都能够同心合意，能够朝着前面所的标杆来直跑，更能够得人如得鱼。第三，我们为今天见证分享还有主领的青年牧区第2区来献上祝福，求主使用每一个年轻的生命，能够来成就上帝不变的应许，也使年轻人都能够成为做信徒的榜样，在言语行为爱心和清洁上，并且能够见证上帝的同在还有信实。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这3件事情来感恩。这段祷告要请瑞泽组长来带领我们做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要特别来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年是迦南的60年，让我们在今年的许多的庆典活动当中，我们都会有满满的收获与丰盛，从你而来的丰盛的恩典。是的，主啊，我们要将接下来这个主日是感恩节的主日我们要特别的将我们的感恩献在你的面前，愿主的圣灵使我们心中的热火能够来代代相传。求主也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紧紧跟随着你。下一个主日是待降节，也是传统的教会的年历的开始。那求主也继续的来带领我们，在明年的日子里面，我们能有更丰盛的收获，能够得人如得鱼。我们也将青年2区在这一年丰盛的整个事工里面要来向你献上感谢求主给每一个年轻的生命在来成就上帝不变的应许让他们的生命都可以紧紧的抓住你所要应许给他们的每一个祝福也让
这些年轻人成为信徒的榜样，也成为社会的中坚，愿来见证上帝的信实与同在。谢谢主，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着我们每个要为肢体祷告，那么每个月都会有一周是为全部教会的肢体来代祷，那么分为4类。那第一类是为在病痛当中的肢体那在上面的名单包括世勋长老他有吞咽的困难、肺部积痰，还有淑勋姐泌尿道的感染跟在找合适的外劳，还有玉英姐妹她脚开刀行动不便，那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到教会。也为秀珠姐就是伟克的妈妈那在昨天在马偕医院开刀完成，那今天又在回诊，那也求主看顾都能够顺利的恢复。还有为建邦弟兄在前天他车祸手臂骨折，那已经完成手术那也求主继续看顾医治，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第二类我们要为在癌症中的兄姐来代祷，那特别也为对不起这个是病痛中的兄姐，还有包括在桂琴姐那她中风在布桃复健，还有徐世武弟兄那他也是在家复健休养，还有信柱兄膝关节开刀视网膜造成视力的影响，还有文道兄洗肾跟在家，还有香月姐的肺积水跟志雄弟兄我们先一起同声开口为这几位弟兄姐妹一起同声开口为他们来祷告。亲爱的爸父神，我们要为我们的肢体来代祷，特别为着世勋长老还有周淑勋姐，求你看顾保守他们在疾病当中有主看顾同在，也为玉英姐妹秀珠姐他们的秀珠姐的眼睛的手术是黄斑部病变也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也为着建邦在车祸手臂的受伤能够早日的康复，以及桂琴姐是兄他们在中风后的复原复健，也求主来保守，让他们能够新恢复正常的生活，以及信柱兄、文道兄，还有香月姐和志雄，主求你也看顾保守，以及我们不论是在名单上或是没有在名单上，在我们的小组、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生活周遭遭遇疾病、遭遇疼痛的弟兄和姐妹，主求你与此时也与他们同在，因为你说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你不吹灭。主求你再次在每位弟兄姐妹的软弱上来显出神你的大能，显出神你的完全。你的名是耶和华拉法，你是全人的医治者。主在人所不能的，在医生所不能的，在神你凡事都能。主愿你的手在这些病痛的姐妹弟兄的身上来彰显。主，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要还特别为几位在癌症当中治疗的兄姐，包括美智姐，那她今天进入布桃，下礼拜一要开刀，那感谢主，她的这个肺部的肿瘤有经过化疗缩小很多，那也希望在开刀能够一切顺利。也继续为桂梅姐她的卵巢肿瘤跟电疗跟化疗那她需要住家跟医院那这段时间也感谢弟兄姐妹的代祷但因为也怕感染所以都尽量不接触不探访。那还有为美秀的女儿燕语那她已经在做化疗要8次也能够每次的化疗都能够顺利，也能够让她的身体更加的有体力，也能够将身上的癌细胞和恶性肿瘤都能够完全的来去除。还有运心姐是婕妤的阿嬷那她也已经手术完成也在恢复当中那还有几位没有在我们在癌症名单上面比如说我们有看到的秀凤姐那她也都已经从这个干细胞那已经来恢复完全的这个治疗那我们也感谢主那也为着我们知道或是不知道或是我们的家人在癌症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为他们来祷告。亲爱的爸爸上帝，阮这个时阵要为着阮的教会兄弟中间拄着癌症这兄弟，也是阮的厝内底亲人
拄着这歹物在做化疗还是做电疗的兄弟，求上帝你的手来扶持因，帮助因伫这个身体艰苦这个无舒适的时阵，总是有主你的疼，有主耶稣你伫十字架顶所留的保护，会当来医治因，会当来赦免伊一切的辜负，因为主你也爱阮来赦免辜负我的人，主啊求主你的圣神保惠师来大大充满，或者兄弟伫病痛的中间，因无失去对主你的信心，互因颠倒有喜乐的心，也有主你的荣耀踮伫因的心上，会当来显出上帝你奇妙的大作为。主啊，愿你亲自来动工在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特别我们知道癌症成为现代人在这个世代当中的疾病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有健壮的身体让我们能够远离癌症，也让癌症的这样子的疾病都能够让世界的各样的药物治疗都能够不断的进步能够让人类来脱离远离癌症的威胁。求主来帮助，求主来怜悯，来医治。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第三，我们要为高龄的兄姐，包括我们的淑月姐、秋红长老，有月香姐、淑勋姐、宝儿姐、秋玉姐、静红兄、桂锦姐，还有诗七姐，还有秋兰姐，他们都是90岁以上的兄姐，以及最近来我们教会的林路人弟兄102岁，那我们也为他们来祝福，让他们在年纪这么大的时候依然有健壮的身心灵。那特别秋红长老昨天就从安宁病房出院那是一个神迹那他今年住了3次的安宁病房那3次都出院那第四，我们也为长照在长照中心的肢体包括谢老师、金叶姐，还有崇伟兄，或是我们所知道名单没有在上面的这些的长期住在安养中心的弟兄姐妹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祝福。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爸父神，我们为着在教会的每一位高龄者来向主献上感谢求你祝福他们他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健壮在他们在世能够享长寿，也能够享健康，也能够享平安特别求你恩待这些的长者让他们有一个喜乐的心，也恩待他们不受到疾病或是受到这些环境的威胁，主要让他们都能够出入也蒙福，入也蒙福。特别住在安养院或是长照中心的肢体兄姐，还是行动不便，长期卧床在家，难以出门的这些肢体没有办法到教会，不论他们是透过线上或是透过在实体，主要都求你亲自来看顾，亲自来与他们同在，因为你是好牧者，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主啊，求你亲自来换手在因的心中。主，我们一摆将我们教会所有肢体，从我们所有兄弟，将我们所有的家庭，拢摆列在主你的面头前。愿上帝，你是阮看顾来赏赐迦南教会每一个兄弟，每一个肢体，因的身心灵，甲因的家庭，拢会当得到主你的眷顾，互每一个家庭拢会当来荣耀主你的圣尊名。也愿上帝，你是阮祝福，听阮伫遮所献的祈祷，安尼恳求，拢是靠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们。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成为我们彼此相互连结、鼓励的诗歌。谢谢你牵着我手，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为我讲，从不放弃我，真诚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想，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亲
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台长把荣耀归给主耶稣，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同声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也拍手，谢谢清二区今天的服事还有见证分享。我们彼此祝福，好，彼此请安。那愿神祝福大家平安。